我觉得很想要出国，因为我想要去哪里哦？其实，偷偷透露一下，刚结婚，我觉得欠我老婆一个蜜月。所以有什么规划吗？要去哪里？应该是欧洲吧，但是看来时间会延长蛮久的。不会。为什么？可能会再过一阵子才想出去。会。你想去哪里？我想要去日本。会啊，想去哪里？欠小孩去日本啊。我那时候跑去嘉义2、3次，因为有缺漏过资料，然后又自己跑，然后其实真的蛮不方便的。之前是请旅行社代办，我们都是请旅行社代办。超棒的啊，就是离我们自己附近超近，然后不用跟嘉义或者是云林的人卡在一起，我觉得很实在。我觉得很方便，因为这样就不用再拖过别人，就可以自己亲手办这样。对，现在便民化，很方便，超棒的！来我们户政事务所就可以办理了，又可以少花那个代办费。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因为疫情闷坏了，也想出国走走吗？出国的时候最重要的证件莫过于是护照了。你都是用什么方式办护照呢？请旅行社代办，还是自己跑台北办呢？从8月11开始，你有更方便的选择。首次办理护照者即可到家里附近的户政事务所办理，而且更方便的是，你在户政事务所清办完之后，可以到5大超商、邮局或是农渔会缴纳护照办理的规费。8天后护照就可以到手喽。这样的便民服务是不是很方便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第一次办护照，像我们今天往往要去台北林务局或高雄办事处，不是台北就高雄。坦白讲，舟车劳顿办个护照，去领还要去那边领，还是他可以寄来。以前不管是去那边领还是寄过来领，坦白讲都是一趟功夫。那现在呢，可以直接透过电子化政府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在户政事务所来办护照，中央的机关跟地方的机关能够协调出来，借着最快的方式，让民众得到最好的服务，这就是一个进步。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整合。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林务局这一个便民的措施。所以说这个部分很谢谢各位的帮忙。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的做展览会一直拢是台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今年市府也特别甲地方的庙宇合作，委托安平开台天后宫承办做展览会活动。除了传统的习俗以外，天后宫也特别结合创新的想法，以着大航海时代为主题，打造一只充满特色的插头船，并将主题定做成功启航、山海圳日的祈福之旅，希望予参与的少年人拢会使朝向梦想来出发。这个活动还蛮不错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代表一种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之后要负起责任，然后要单飞，不然什么事都靠父母。觉得是一个小孩子的成长初体验吧，对，但也是我们台南最重要的民俗活动。那给小朋友参加，也是说意义的，他们已经长大了，该为自己的事情负责。设这鸟舞宫，就是以展览会到啦。来爬出这个鸟舞宫，就是咱这届的主题，就是出来以后，他要成功起航，来为伊的未来的人生，安那来打拼来创啥？当然，伫这个出世到展览会这个中间受到迄个父母含神明来甲照顾，互因会当长大成人，来做咱以后咱国家的栋梁，这是咱相当期待。但是这个鸟舞宫这个总馆拢总10公尺悬，当初咧设计这个用意也是相当的大，一方面要互这囡仔知影伊爱去感恩着士大人对伊的照顾创啥，一方面了后伊行出这个鸟舞宫了后的时阵，伊就知影讲伊的责任，就是慢慢伊爱加重啦，伊爱来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父母。要安那来尽孝道，对这个国家来做贡献，
所以这个做十来回吼是相当有意义的。12号上午，庙方也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侪位的议员甲市长王伟霆拢亲自出席。会中也先向天上圣母顶神明上香祈福活动顺利。接下来除了将船帆揭开启用以外，市长也伫船头做出侪姿势，呈现趣味的一面。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有更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承担起许多社会的责任，包括公民权，还有包括社会上负起他一定的这个法律责任。所以说有必要把公民教育，还有他的一个这个社区主体意识，还有城市的一个印记，能够在他念书的时候就能够让他传递到，这点我们是非常感谢的。所以感谢安平开台天后宫能够坚持这个做16岁的礼俗，那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体会到台南之美，也体会到台南山海郡的过去先人开辟台南的一个路径。这届的做十六岁特别结合山海圳日道的健行，向前要互参与的校员会使步步高升。今年也是第一届公私协力，以着创新有教育意义的方式来办理。如果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赶紧来报名，共同伫16岁留下美好的回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吕维英12号上午邀请市府、都发、甲观光旅游局以及安平区长、甲渔工里长共同召开记者会。会中针对渔光岛保安南的解除区域，大约有9.7公顷。行政院农委会早伫民国98年就发文公告，毋过多年来市府却拢无妥善来把用，造成渔光岛观光休闲的软硬体设施严重不足。莫讲是淋浴间，就连停车场的规划嘛拢无。林务地虽然解编了，但是土管机关还是继续维持在林务局。那结果后来导致的就是我们地方，特别是我们的安平、我们的这个渔光岛，想要有一些应该跟得上时代先进潮流的最基础的一个建设，包含像停车场，包含像是一些这个摊贩的一个这个集中的一个场域，它都没有办法，连最基本的游客需求都没有办法来这个完成，很多都已经解除了，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赶快来有效的把它接管下来？这样子，在我们政府的一些公共设施、一些最基本的基础建设，才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呢。所以希望借此大家各部门在努力下，让这些那个市民朋友来到我们渔光岛，会有一个很好的空间，包括停车，包括冲洗的设备。公厕的部分都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才有办法给市民朋友跟在地的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那个生活环境这样。对此，市府都发局副局长严永坤回应，目前渔光里的都市计划主要以渔光路以东加林务局保安南两部分，原则上改编呢会甲国有地一并来开发。渔光路东侧的这个整体开发地区第一个除了原来林务局的这个保安岭的这个部分因为被它管控这个部分，我们还会维持一部分的这个保护区那解编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国有地做整体的开发那我们目前的方案是朝向用重划的方式来解决整个土地零散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在这里面，我们就会规划一些公共设施。那另外就是民众重划以后领回去的部分，就会有所谓的特住，等于就是住宅区的部分会分回去给他们。那这个部分将来就可以做一部分的住宅跟商业的使用。那另外国有土地的这个部分我们目前的规划是油漆用地。议员建议市府应该赶伫今年国庆宴会进前，完成保安南改变区域的把用，并且规划设置合法的摊商区。甲停车场为渔光岛带来更侪经济效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无人机的使用这几年是愈来愈流行，除了电影，也使用伫消毒，或者是地形勘查等方面。市府也积极推动各局处运用无人机，为了扩大使用的范围，市府日前也正式成立地方政府的无人机队伍。目前有23位的成员，拢拥有无人机专业高级操作证的飞手。除了会使跨局处来支援以外，也会使做经验的交流，让飞手更加提升。那我们这个机队成立了之后，其实这些机队是可以互相的支援，然后互相的结合，这个可以发挥综合的效果。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还有定期的去举办一些交流会。那我们团队的成员可以去分享大家飞行的技术还有心得。那这样子可以提升这一些操作员他们的能力，还有彼此之间的默契。启动仪式当天，市长王永泰也亲自出席，感谢飞手辛苦的训练。市长强调，这个无人机队伍未来也会持续来扩大，不管是物资也是能力，也会持续投入，希望提供市政团队更加丰富的能量。我们台南市是全国第一个，第一个是什么？地方政府做全方位的这个无人机的检视，成立政府市府级的无人机队，这个部分不是散居在消防局2部啦，农业局2部啦，环保局3部啦，这诸如此类的，是整合在市府的无人机队，那所以说将来我们也更加努力，希望有更多的无人机的能量投入，人跟物资都要。那将来不管在各个面向，环保局、消防局、警察局、农业局、地政局等等，更加扩大无人机的这个面向跟服务的范围。南科管理局表示，对机队的成立会使感受到市政府推动无人机应用的决心，也代表着城市治理的大进步。管理局也希望甲市府做伙创造无人机产业的发展，甲商机的应用。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柯武勇老师是台南出身的重要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医生。伊伫行医的同时，也将伊的经验积极来投入艺术的创作，因为伊认为艺术是会使永远来流传的。2019年，由伊的家属捐赠了100件的作品予南美馆。今年因接伊的百岁名单，对此南美馆也特别规划了伊的纪念展，分做5大展区，展现伊的艺术风格甲人生的经历。希望予台湾甚至是全世界拢会使熟悉这位充满特色的台南艺术家。当前，咱的首任董事长陈维东老师特别以伊的引荐之下，所以伊家属非常慷慨的状况，咱美术馆会当收到许武勇先生捐了100张的作品，这是台南美术馆上大的一个捐赠，所以我嘛要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感谢陈董事长，因为许武勇先生，伊唔仅是讲台南人，伊嘛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所以会当收到伊这么大的这个捐赠，对这个美术馆的意义非常无同款。这个作品除了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以外，也因为柯武勇老师的寺庙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史料。大家知影讲要研究，你要有物件通去研究啊，所以咱也得要有相当量的资料典藏，较有法度去做研究。有当时1张2张会当研究的，难免有限。所以许武勇先生，因为伊的人生非常长。而那是台湾的近代史，100年的近代史，所以伊的作品唔仅是有艺术的价值尔，伊又有台湾历史的价值，有史料的价值，所以我想这份资料是非常非常珍贵。对着柯武勇老师的家属来讲，对伊上好的纪念方式，就是让伊的作品，互更加侪人看到。对着南美馆安尼的规划，伊也是非常的感谢。我爸爸虽然是一个出身名校的医生可是他说，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身份，不是医生，而是画家。他说，因为呢，医生再怎么努力，他也没有办法使人永生。可是呢，艺术的生命是永恒的，而且没有国界。所以我们家属呢，一直很希望能够呢，让全世界看到我父亲的作品。我们不只设立了许武勇的官网，还在脸书、Instagram 都设立了他的专业，希望透过网络的世界，能够呢把他的作品传播到全世界。那也恳请在座的各位
能够帮忙多多的宣传。最后，我要引用一句我爸爸曾经说过让我最感动的话，他说：“我的墓园只是我埋身的场所，我的灵魂将永远活在我的作品里。”这届活动当中，上特别的就是规划了 AR 的科技活动，民众只要先伫手机内面安装指定的 App， 就会使透过手机看到画作动起来的模样，非常吸引民众的眼光。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带人爱读册》节目。酒精成瘾伫咧全球是相当盛行的疾病之一。根据2018年6月到期刊的发布，酒瘾的问题全球盛行率大约是1.3%。而台湾伫咧2014年的调查，青壮年的族群逐工啉酒的盛行率是1.8%左右，中年族群更加高达4.8%。因此，身体病院嘛特别成立酒精成瘾的门诊。希望透过药物的辅助甲治疗，减少酒精戒断的症状。我们喝酒喝超过一定的量的时候，可能要小心有酒瘾的问题。那 WHO 上面它的发布，如果你1个月里面有任何一次喝超过4到5瓶小罐350cc 的啤酒，如果这样未来可能要小心会有成瘾的问题。这样，那如果已经有成瘾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哪些症状？包含说你的酒会不知不觉越喝越多，那本来喝了可以睡，后来一样的量反而不能睡，或者是说已经不喝的时候手会开始抖，人会烦、会焦虑、会忧郁等等的。一般来说，酒停了之后，大概在4到8个小时，有一些人酒退了会开始出现手抖啦、烦躁啦，甚至会开始盗汗或是心悸等等的表现。那大概再过12小时。或者是再久一点点的时间，有一些人甚至会开始有一些幻觉跑出来，比如说会觉得有虫在身上爬啦，或者是会听到奇怪的声音啊，这是别人听不到的等等的。那如果这个症状没有再处理，在恶化下去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有癫痫，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的。所以这是在酒精阶段的时候，第1个礼拜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都需要紧急的接受医疗的处理。医师强调，酒精成瘾的问题，常常被民众当作是意志力无够。不过，这拢甲个人的工作、人际关系、生活压力、甲失眠、忧郁等有关系。如果有酒精成瘾的问题，拢会用透过早期的评估甲治疗，绝对袂用互酒瘾来伤身体，甚至造成社会安全的问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奇美医学中心表示，偏头痛是一种病，毋是单纯的头痛而已。严重发作时，甚至会互人无法度上课，或者是上班。近年来，更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少年人适龄疾病第1名。台湾头痛协会理事长，同时也是奇美医学中心专任医疗科主任林高章就呼吁，患者除了爱改善生活、饮食等习惯，嘛要适度运动，疏解压力，才袂互普通的偏头痛变成歹控制慢性偏头痛。有一些常常都是一些从普通的偏头痛一直变成，就是说有时候病人就是痛在吃药，不痛就不吃，那生活有时候没有特别去做调整，那压力大，饮食不正常，那这样子有时候可能，比如说1个月本来只痛2天3天，慢慢痛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不然的1颗，刚开始吃1颗，然后慢慢的吃2颗又没有效，再打其他的药物也没有效，那这样子其实慢慢会变成慢性偏头痛。对了慢性偏头痛，目前除了有口服药物，另外嘛会当注射 CGRP 拮抗剂以及肉毒杆菌等方式来控制。那现在目前是有2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是肉毒杆菌的注射，那这个现在目前是健保已经有给付，不过要事先有医师先申请，
那可以的话，就是医师也是要经过训练认证才能够帮病人注射，3个月打一次。那这个大概可以省下，对于病人来讲是一个福音，也可以省下3万多左右。那另外一个是 CGRP， 是一个比较特殊性的药物的一个拮抗剂，那个等于是1个月打1针，那类似有点像糖尿病的针哈，那打到肚皮皮下。那个是一个很新的药，所以它健保目前现在是还没有给付。肉毒杆菌注射，伫今年2月经过健保署核可使用，有估每3个月会当帮病人省下3万块的费用。但因为肉毒杆菌疗程需要伫头部31处注射，因此需要专业技巧甲认证。台湾头痛协会目前也正咧积极办理注射训练课程，让医生为偏头痛病人把关。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会使了解到艺术家创作的想法，湖光山南台北院特别举办了艺术讲座。14号邀请到以山水风景的水墨作品为主的艺术家张仲熙。会中艺术家除了分享伊创作的故事，伊也认为，如果想要画出好的作品，上重要的就是爱开时间伫现场好好啊观察，除了爱将无同的角度记录落来，各种的细节也袂使错过。也是你看到喜欢的那个枯树的树枝啊，什么画一画。然后按照那个画，随便勾一勾就回来了。这个没有去在你的那个绘画的创作的那个什么，你的一部电脑里面，你没有把很多软体灌到里面去，你所加进去的只是你平常你熟悉的东西，你平常你表现的东西。至于其他的感动就做不到，所以他到时候画出来的东西只有。画那个就是画那些东西，然后画树永远是那勾2小时，完全不去感受它的各种树的不同的那个变化，它那个老树、年轻的树、老的树干、树枝、树皮，它之间的那个对话之间的那个经过时间的历练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美感，看得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仔细去观察，把它好的勾出来。那我刚刚讲的，如果时间够，我是劝。每一个同学，那就是要好好的去观察，坐在那边，不要去，比如说去黄山2天1天就回来了，到一个地方画一画，拍个照走了。最好是能够坐在那边，好好的去体验它的云起云落，它的那个光影的变化，它色彩的变化，这一些，然后去慢慢对你的美感的那个观察去体验，得到了它的那个美感，然后再想办法把它表现出来。这样子的话，对创作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生活上的那个陶冶也比较有可以产生比较大的那个作用。会中南台北院的总主持满洲法师也特别颁发感谢状表达感谢。满洲法师除了肯定老师的艺术水准以外，总主持也认为，民众如果想要得到好的成就，就要亲像大自然的植物同款，经过各种的考验，才有法度顺利来生长。张生熙老师，他几10年来经常深入高山去写生创作，将攀登台湾玉山、大雪山等崇山峻岭的生命体验呈现于画纸上。从画中，我们看到生长于高山的树，它在严寒的气候之下，用不屈的生命成就他们的挺拔昌劲。这说明了一个人的成长，他是需要经过岁月的历练，就如同松柏一样，它也需要经过冬雪寒霜的洗礼，才能茁壮成长。佛教讲修行，就是在提炼佛性。所谓没有经过千锤百炼、千生万世，如何能把本具的佛性给提炼出来？所以人生要有淬炼，才能有杰出的成就。接下来，南台北院也将会安排空间美学的夏令营，要让更较侪民众会使了解到水的各种面向，培养美学的素养。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